中央政府宣布讲，对7月13开始会当小可解除封锁，国内旅游开放9人以下的团体旅游。不过，高雄的旅游业者表示，目前9人的旅行团也是无人来报名，是因为讲即马是三级警戒，除了偏湖以外，其他县市餐厅抑阁是无法度开放内面用餐，旅行团无法度带人去食饭，限制是真济，民众意愿也无讲解决。 恁来要2个月，中央宣布旅游未解封，旅行业者早就准备好啊。只是大家敢真正敢出去耍？开放9人以下团体消息出来，高雄业者表示，目前也无听讲有人出团。知道有人推，但是就是这2天来也没有看到成团了。即摆要去甲消费者招来，第一，伊的成本上悬嘛；第二，因为即马你讲无熟的人要做伙出团，消费者伊的内心的感觉，伊嘛是会惊。其实，即摆网络顶已经出现3、4人至6人的旅行团，只是13以后的团体真少，嘛真少人定位。民众组团的意愿无悬。工会理事长表示，上重要的是因为即马各地餐厅要是袂当内底食，景点人数嘛袂当超过40%，限制阁真济。民众若要出来耍，要是会甲厝内人家己塞车去。9个人在一块，虽然政府后来是开放了，但是业者呢，为了要做，也是要用大车，会比较让大家放心啊。这个成本无形中也比较高啦。叶热本地是旅游大月，未解封出团煞真困难。业者认为，要是着等完全开放，体检试剂、甲疫苗、甲普遍，旅游团才有可能成团。记者陈嘉文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